1937年，我哋方玉書師公嚟香港開始寫起，裏邊嘅內容想攞邊種資料，你講得啦。係啊，你而家可以講俾我聽啦。嗱，而家鏡頭錄緊。37年，師公喺香港開咗間武館㗎。係啊，玉書健身社。係啊，開咗間武館，個武館叫乜嘢？係。具體地址最好啊有啦啊！然後咧，用深水埗北河街92號2樓。繼續講。仲有咧就係佢喺嗰度開枝散葉，有幾多重要嘅徒弟，即係佢落去嘅第一批。係啦，你講得真係啱啦。佢1937年嗰個時間咧。剛剛香港咧就係3年零8個月嘅開始，所以我頭先講啦，剛才所講話7.7事變就係啲問題啦。就啱啱香港3年零8個月。1945年，我哋勝利。勝利。咁1946年之後。咁啊！我1949年個杜森就落香港啦。我落咗香港今年76年啦。好啦，咁我嘅先父杜漢章，佢又俾我先落香港。之前咧仲有陳漢雄等等好多。咁我就接受你俾我嘅即係想我做嘅資料咧，就話由1937年開始至到我師公咧。喺個工作過程當中嘅裏邊，至到佢1950幾年之後佢嘅詩集裏邊嘅內容咁你個重點人物就發揚世界，傳授咗幾多徒弟徒孫徒室等等。咁我要強調一句説話，咁我嘅先父咧就由我哋勝利之後我哋勝利之後跟住咧就1949年咧就之前因為我49年嘛，佢俾我前幾年落香港，咁佢咧一落香港嘅時間，你爸爸係咪都係37年一起同師公一起落去㗎嘛？係嘛？邊個杜漢章？你爸爸係啊？佢比較遲少少。遲少少。因為佢當時喺廣州37年之前，佢喺傳義堂，你知道啦。係啊，傳義堂。同阿傳叔啦。係啊，嗰個時間咧就喺傳義堂嗰時候陳教練開始真係練嘢啦。嗰個時間咧，陳出面教練啦，我哋自係兄弟啦。咁喺嗰個時間嘅裏邊咧，佢收尾落香港，就喺落香港重點講一樣嘢。杜漢章就喺玉書健身社就做方玉書嘅教練，因為佢師公咧就整個即係教學個部分交俾杜漢章啦。咁所以咧，我由嗰時候咧，我就會即係接受你頭先講出要我寫咩內容，我就會好精簡、話長短説，重點對咧，我就會將裏邊嗰個年份嘅年代，即係做好資料咧，同埋相片交俾你，係咪嗰個意思啊？係我哋啲軍人領導我覺得係啦。你就係我哋嘅喺我哋中國裏邊嘅廣東省，頭先你講咗你話做咩領導啦。咁我杜森因為梁鳳儀今日能夠喺呢度咧咁高興咧，談到我哋呢個中華文化，同埋我哋大家個個都係為我哋一個祖國係貢獻良多，係增強我哋中國喺全世界呢個力量我多謝晒啦好係咪嗰個意思啊？森哥咧，佢喺香港咧係我哋呢一脱先底嘅，佢係喺香港係棟梁之柱。多謝。香港舞聯創會人一起組織嘅初初係嘛？係個國家個使命。